啊，这个疫苗都要来注3剂的规定，是冲击到国内旅游的市场，业者是艰苦坐挂。讲因为国内的旅游团真侪拢是阿公阿嬷的团，因注满3剂的人较少，所以有一半以上的团根本无法度来出团。交通部讲，希望会当像健身房安尼来放宽爱注3剂禁令。部长王国才讲，只要指挥中心同意，最近就会公布细节。台湾有遮侪好风景，唔知你乡亲有偌久无出去行咧啊？什么时阵才会使安心啊出去游览？交通部拍什么放宽国内旅行团的3剂禁令？王国才部长伊讲，国内团很多都是阿公阿婆的团呐哈，那他们打3剂的比较少，所以他会大概最少有一半以上就没办法这个出团。那交通部也把这个意见哈，现在我们已经发函给指挥中心，由他来审查。也就是说，在国内团的部分，是不是如那个健身房哈，原来也要打3剂，现在把它松绑。为了降低国内旅行团受到疫情影响，交通部希望讲会使比较健身房的模式，旅行社业者嘛乐观其成。就旅行业者来看，一定是就是乐见其成啦。那我觉得，首先对消费者来说，心理层面就会觉得比较安心，一定是会越来越好。那我觉得，除了国旅市场会首先复苏之外，那我觉得蛮大的一块是针对随着这下半年有望解封。旅行社业者表示讲，4月份开始的3剂禁令，确实互未少的游客取消出团。更加因为疫情受够严重，对业者来讲，真正是无米兼论月。若是指挥中心会使通过交通部估计后个月对公告相关的指引，希望讲即摆会使及时挽救无景气的旅游市场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